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奶茶西多士，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林木。林木今日想講下一則好似搞笑，但又好似好實用嘅一個研究，就係根據一項最新心理學研究發現，原來講粗口除咗被視為情緒宣洩嘅方式之外，竟然仲可以提升專注力同自信，尤其喺高強度體力活動嘅時候，會發揮得更加好。究竟係真定假？背後有咩實驗或者理論支持？同埋，如果研究係正確嘅話，大家又應該點樣應用喺日常生活當中？想知就唔好錯過今集嘅節目。有關研究係由英國基爾大學心理學家 Dr. Richard Stevens 同佢嘅團隊負責。該團隊指出，人類進行體力活動嘅時候，好多時會因為心理因素而無形中流力，所以未能完全將潛力發揮出嚟。而講咗粗口之後，竟然有助打破呢種內心嘅束縛，令到人更加投入。其實喺過往嘅研究裏面，曾經顯示喺一啲體能極限測試，如果參與嘅人士不斷講粗口，佢哋嘅力量同抵受痛楚嘅能力都有所提升。而研究人員曾經推測，呢個情況可能同一種心理狀態，叫做一係打一係走嘅反應有關，但一直都未能夠確實呢個理論。相反，而喺最新嘅研究裏面，研究團隊提出另一個解讀，就係講粗口會令人進入一種叫做去抑制狀態，即係暫時拋開社會嘅規範同自我嘅約束，從而令到自己可以勇往直前，完成任務。為咗求證相關嘅假設，研究團隊進行咗一個實驗。首先揾咗兩組唔同嘅人，要求佢哋喺凳上面做掌上壓。其中一組人可以每2秒講一次粗口，另一組人亦都可以每2秒講一啲比較中性嘅詞語。完成咗之後，就同參與者做咗一份問卷調查，嘗試了解兩組人喺運動嘅時候嘅心理狀態嘅分別。結果顯示，講粗口嗰一組參與者普遍覺得自信心有所提升，容易進入心流狀態，亦都分散咗對身體疲倦同埋動作本身嘅注意力，而持續做掌上壓嘅時間亦增加咗11%。Dr. Stevens 指出，研究結果除咗發現咗自信心提升同埋耐力增加之外，亦解釋咗點解講粗口喺人類社會中咁普遍。原因就係講粗口唔需要消耗好多卡路里，亦唔需要用藥物去輔助，基本上係低成本嘅行為。最重要嘅係可以隨時隨地都利用講粗口去提升表現。研究團隊亦指出，講粗口嘅效果可能同禁忌性有關。佢哋將進一步研究唔同程度嘅粗口對體能嘅影響。此外，研究人員亦會喺關注講粗口所帶嚟嘅自信心，可唔可以應用喺非體力勞動嘅活動裏面，例如公開表演、演講或者人際互動。林木覺得呢份研究報告基本上解釋咗我哋點解咁中意講粗口，唔係純粹為咗俾人覺得我哋勁或者型，原來仲可以提升個人嘅表現。唔怪得知成日喺車廂裏面嗌交嘅人，大部分都中意夾雜大量嘅粗口，原來就係為咗提升表現。林木喺職場大大話話30幾年，遇過無數講粗口嘅同事，有啲直情係每一句說話都會包含1-2個粗口嘅詞彙，但係你又唔覺得佢講得好哽耳。而大部分講粗口嘅同事都係會睇情況或者場合，例如喺 lunch time 或者喺 happy hour 嘅時候先講。當然，林木都係其中嘅一份子。但如果呢份研究報告係正確嘅話，林木會諗到好多日常生活應用嘅情景。點樣利用講粗口去提升表現？例如平時溫書考試，
可唔可以利用講粗口增加專注力、進入心流？又或者趕 project 或者報告嘅時候，係咪可以講多啲粗口，令到自己嘅工作效率增加？又或者喺考車牌嘅時候，為咗更加專心街道上面嘅突發事件，係咪可以一路考車一路講粗口？以上嘅情景當然係一啲比較誇張嘅例子，但林木絕對係認同講粗口可以發洩內心嘅情緒，某方面甚至可以增加人與人嘅溝通。只要適可而止，加埋喺適當嘅時候先講，絕對無傷大雅。如果邊位聽眾係好似林木咁有講粗口嘅習慣，或者下次講粗口嘅時候，嘗試留意下自己嘅表現係咪有所提升。好啦，今集講咗咁多先。喜歡呢段片嘅朋友，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、share 同埋 like。下次再見。